來看目前在新竹新社厝客家文化保存區展覽館所展出的人間國寶系列，會當來看到105歲的設計大師王青松，因的3代人，也有4個大師呢，攏總有30外件的這個作品。也因為這反應真好，原底這展覽5月就要來結束啊，即馬會當延到7月。這學者難的是，這色水啊，較白是吧？白所在個部分的是，描寫按照可以啊。台灣少年輩設計老師王俊偉和伊高齡105歲的阿公設計國寶王青松大師討論家己的作品有啥物所在愛改進的。葉啊，安怎囥較好勢？葉啊嘿，囥佇倒位較好？葉啊，即擺現時呢，一葉啊，真啊，頂管家敢愛？啊，頂愛，頂然部分的是。105歲的設計老師王青松，伊的人生會當講是台灣策工業100年發展的縮影。手會傳家族3代，是台灣上代表性的設計世家。即馬高齡105歲王青松，伊擱咧創作，而且伊嘛講寫生是上重要的。無寫生，過來畫安尼就袂煞字咧，一定是要去寫生做根本基礎，啊再落畫。看這個慶花啊吼，伊甲真的慶花佫無生了無啥共，因為真的慶花伊是喇叭狀迄款的，啊毋過伊這把度的慶花伊畫了加較圓，伊去寫生了後，伊佫家己去整理了後，才畫出來作品。王俊偉講，阿公食到100外歲，啊毋過身體佫真空健，除了創作，平常時嘛喜歡看電視，因為生一日本時代，上愛看日本的 NHK。王俊偉講，對阿公的身上學到認真這2字。伊做代志非常實事求是，一定攏是照步安尼一步一步甲物件做啊好。王青松一生摕到真儕榮耀，對藝術的堅持，啊，擱認真對待每一幅作品，嘛甲這個精神傳予後代。105歲，擱咧創作，因為伊擱真享受在藝術的當中。記者洪秀南報道。